歡迎大家返嚟我呢個 channel， 我係 Mila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睇完畫咗好多重點嘅理財書，叫《The Psychology of Money》。入正題之前，我想大家想象下兩個人。第一個人叫做 Ronald Read， 佢係一個好普通到不得了嘅加油站員工兼清潔工。佢一生冇乜高薪厚職，但係佢可以喺92歲過世嘅時候捐咗800萬美金俾慈善機構。咁究竟點做到嘅呢？佢只係做咗一樣嘢，就係將佢僅有嘅閒錢買入藍籌股，然後耐心咁等咗幾十年，由複息效應幫佢滾大財富。而第二個人叫 Richard Fusco， 佢喺哈佛大學畢業，金融界嘅精英。佢喺事業高峰期雖然賺咗好多錢，但係由於太過貪婪，加上槓桿玩得太大，最後喺2008年金融海嘯入面輸到破產，連間屋都被拍賣。因為兩個極端嘅案例話俾我哋知，理財其實係一種 soft skills。就算你幾有才華幾聰明，如果你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，你嘅財務狀況隨時會變成一場災難。咁到底點先可以好似個清潔工咁成功？關鍵就係我哋第一個要講嘅重點，運氣同風險。喺理財嘅世界入面，我哋成日會覺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但係現實世界係理財結果好多時係受到運氣驅使，同你嘅智力或者努力未必有絕對關係。首先，我哋唔可以低估運氣嘅威力。書入面提到一個好深刻嘅觀點，就係運氣同風險其實係一對孖生兄弟，佢哋代表住每一種結果都會受到個人努力之外嘅力量影響。當我哋見到一個人發咗達，我哋通常會讚佢有眼光、夠努力，但好少會承認佢其實可能好大嘅運氣成分。相反，當有人失敗，我哋就會好快話佢決策錯誤，而唔係覺得佢係遇到不幸嘅風險。如果你能夠正視運氣同風險嘅存在，你就會發現成功未必好似表面睇落咁好，失敗亦未必好似表面睇落咁差。其次就係我哋點解要小心極端例子。我哋個腦入邊係偏向揾一啲簡單嘅答案嘅，而唔係中意處理複雜嘅嘢，所以我哋好中意去研究嗰啲極端嘅成功例子，例如 Bill Gates。但係你要記住，極端例子入面嘅運氣成分通常就係最高嘅，所以呢啲故事其實係最唔具參考價值嘅。如果你一味想模仿嗰啲1/1000嘅成功，好大機會你會遇到你承受唔起嘅風險。最後就係我哋可以點做呢？既然運氣係我哋控制唔到嘅，我哋可以點做呢？首先要揾一個廣泛嘅模式，唔好只係睇一個成功嘅人士，要睇一群成功人士嘅共通點。第二係要學識原諒自己，即使承認風險嘅存在。當你投資失敗嘅時候，唔可以過分自責。同樣地，見到人哋窮，你亦唔可以覺得佢係一定因為懶。最後係保持謙虛。當你賺到錢嘅時候，提醒自己係其實有運氣嘅成分，而當你輸錢嘅時候，要學識點樣包容失敗。只要當你真正尊重運氣同風險，你先可以精力集中喺你真正可以控制到嘅嘢上面，例如你嘅積蓄率同埋投資心態。講完運氣，我哋講下點樣先可以喺理財路上長治久安。好多人學投資第一件事就會揾邊隻股票升得快，或者邊個基金回報最高。但係呢本書話俾我哋知，投資成功嘅秘訣唔在於追求最高嘅回報，而係生存落嚟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Warren Buffett 咁有錢？大家研究佢嘅選股策略嘅時候，但其實佢最厲害嘅武器係時間。Buffett 超過90% 嘅財富係喺佢65歲之後先賺翻嚟嘅。佢由細開始投資，一做就做咗幾十年，呢種長壽同
同持久先係複息效應嘅真正力量。呢度有兩個好重要概念，第一個就係揾錢，第二個就係守錢。呢兩個係完全唔同嘅技能嚟嘅。揾錢係需要冒險、樂觀同埋衝勁，但係守錢需要嘅係謙遜，甚至一種恐懼。你要接受到部分成功係來自於運氣，所以要時刻保持警覺，避免因為一時貪婪而一鋪清袋。複息效應嘅第一條規則就係如非必要，千祈唔好中斷佢。只要你能夠喺市場起伏入面生存落嚟，唔好中途離場，時間就會幫你搞掂埋剩低嘅所有嘢。理財嘅終極目標究竟係乜嘢？係為咗買名車豪宅定係其他名貴嘅嘢？作者提出咗一個好深刻嘅睇法，金錢最大嘅價值係俾你擁有對時間嘅控制權。你可以喺中意嘅時間同中意嘅人做中意嘅嘢，而且想做幾耐就做幾耐。呢種對生活嘅控制感先至係金錢可以俾到你嘅最高嘅股息。好多人會搞錯富有同財富呢兩個詞語。富有其實係指你而家嘅消費，例如你揸緊乜嘢車，住緊幾大嘅屋；而財富係指你睇唔到嘅資產，係你仲未買嘅嘢，未用嘅錢。財富嘅真正價值係提供選項同彈性，同你可以喺唔想返工嘅時間有權辭職，或者喺機會嚟到嘅時候有資本去把握。喺理財路上唔好勉強自己做一個冷冰冰嘅理財機器。作者建議我哋追求合理嘅決定，而唔係理論上最理智嘅決定。例如，如果你還清層樓嘅按揭會令你慢慢瞓得好啲，就算數學上投資股票回報更高，還清按揭依然係一個合理嘅選擇，因為咁樣可以幫你堅持得更耐。最後一個重點，亦都係我認為最能夠體驗Psychology of Money 呢本書嘅精髓，就係容錯空間。好多人整投資計劃嘅時候會假設自己每年有10% 嘅回報，或者份工一世穩定，但係作者提醒我哋最重要嘅計劃係要計劃好過計劃唔 work 嘅時候點算呢？容錯空間唔代表你保守，而係要增加你喺風險入邊生存嘅機會。作者有一句金句令到我好深刻嘅，你要對未來保持樂觀，但係同時要對任何可能阻礙你見到未來嘅障礙保持偏執。喺投資世界入面，你唔需要次次都啱，但係你有一半時間係做錯。只要你嘅長尾效應夠勁，你一樣可以發大達，但前提係你絕對唔可以令你自己陷入毀滅性嘅風險，例如過度借貸，因為一旦破產你就連翻身嘅機會都冇。講咗咁多，其實 Psychology of Money 呢本書想講嘅嘢只係得一件事，理財唔係數學而係人性。如果你想財富增長，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壓抑你嘅虛榮心，因為財富係由你今日冇買到嘅嘢累積而成嘅。記住，錢最大嘅內在值係換取你對時間嘅控制權。如果你有錢但係冇自由，咁你只係一個有錢嘅窮人。今日分享住咁多先。其實呢本書我畫咗好多精華，而呢啲只係冰山一角。喺呢4個觀點入面，邊一個觸動到你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影片，記得撳個鐘仔 subscribe 同 like 我嘅 channel， 咁你下次就唔會錯過我嘅分享。我哋下條 video 再見，拜拜。